丘吉爾講過，成功係由一次次嘅失敗之中爬出嚟，但係又唔會失去熱情。我識得一位朋友，可以話演繹得呢句說話淋漓盡致。如果係你輸過一次又一次，甚至知道自己會輸到乜都冇晒嘅時候，你仲夠唔夠膽玩多鋪？近幾年講起環保，你會諗起啲咩呢？綠色嘅垃圾膠袋，入口即溶嘅紙匙羹，得唔到嘢嘅紙叉，定係以前飲廢水飲得好爽嘅膠飲管呢？成個世界都講 ESG， 企業又話要環保，又話要永續，但係有啲嘢你好落力咁派，收到嘅人會好禮貌咁。你冇估錯，就係成日都會收到嘅商務卡片啦。今日有排你講第0集，就係想分享一個 IT 狗點樣冇印刷嘅背景，又冇設計嘅底子，硬係要去玩創新，搞到自己輸到阿媽都唔認得，之後又可以爬得返起身嘅故事。今集嘅主角叫做阿輝，佢係一個 IT 嘅銷售顧問，個個都話佢係一個 nice guy。不過識得佢耐嘅人就會知佢有一種固執嘅堅持，或者叫做堅持嘅固執。是但啦，總之係硬頸啦。喺2017年，佢機緣巧合又帶住少少衝動，加上又有少少積蓄喎，咁就膽粗粗走咗去成立傳訊世界 1.0， 走向咗愚昧之風嘅開始啦。佢嘅夢想係用自己嘅創意研發一個香港製造、屬於自己嘅 Apps。9個月之後，第一個自家研發嘅 Apps 真係成功出世，個名叫做 MeStamp。佢係一個電子印花優惠嘅平台，零售商可以透過呢個平台派發電子印花優惠。消費者可以透過呢個 app 儲夠相對應嘅印花，然之後兌換優惠。個概念係唔差嘅，甚至當時連林子祥都未唱 YUU， 個諗法仲早過市場一大截。但個問題係製作嘅成本已經一早超晒 budget， 個 app 出世冇幾耐之後，公司嘅現金流已經見晒紅啦。咁嘅情況俾着你，你會點做？唔通要揾人投資？或者賣咗個 app 佢，甚至係咪要借錢呢？佢通通都有諗過，但係佢選擇咗誓不低頭向難度挑戰。阿輝靠住佢自己一個人去做推廣，推得幾多就幾多。佢唔單止自薦上電台做訪談節目，逐間逐戶去敲門去推廣，碌爆人情卡都要揾朋友支持。拜訪晒所有識嘅客戶，甚至連去餐廳食餐飯啊，都要撩人哋，喂，想唔想用印花 Apps 啊？總之有機會推廣到 MeStamp， 佢都唔會放過。做 marketing 喐都唔喐下個腦，個 market 點啊？咪停啦！但係香港係個咩地方呢？資本主義乘以現實主義等於咩主義呢？喂，咁我哋就坐低慢慢咩啦？點都好啦，總之一個無名無姓嘅 IT 生意佬，要推動成個零售業市場，個賣完率仲低過0啊！經過一番掙扎之後，MeStamp 總算有商戶開始用啦，後台亦都有使用者開始儲印花 download 呢個 app 啦。不過咁樣只係故事嘅啱啱開始。Steve Jobs 曾經講過一句：如果你真係覺得自己嘅諗法有料，就唔好俾啲唔明嘅人三言兩語就打沉你。問題係全世界都覺得你傻嘅話，你仲信唔信自己？對於坊間提出嘅多項建議去處理台灣殺人案，例如港人港審，政府話全部都行唔通。特區政府決定暫緩修例工作。
Mi Stamp 正式上架都未夠1年，記唔記得大粒物搞咗一單大鑊嘢出嚟呢？引爆咗香港逃犯條例修訂案一系列嘅社會事件。咁仲未夠喎，接住落嚟再加上3年嘅 COVID-19。增13宗，本港今日再多30宗新型肺炎本地感染，43人確診新型肺炎。本港新增64宗確診個案，新增89宗確診個案。本港今日再多121宗本港新型肺星期4炎確診個單日新增案。9219宗確診。甚至如果飲醉少少咧，就會有一啲更加親密嘅行為咧。突然間，香港充滿住一大堆嘅標籤。Covid 又令到香港嘅消費、旅遊、飲食、零售全部都冬眠。雖然 Mi Stamp 仍然有商戶好支持香港製造呢個概念，但係距離收支平衡呢個目標仍然係天方夜譚。想要成功，燒錢做 marketing 係咪一個解決方法呢？的確係嘅，但係全信世界仲有錢可以燒咩？有位斯多葛哲學嘅哲學家愛比克泰德，佢早就講過一句說話：環境你冇辦法改變，但係點樣去回應同埋面對，永遠喺自己手上面。去到2021年，阿輝抱住破釜沉舟嘅心態，期望 Mi Stamp 有機會可以成功，繼續加大賭注。跟你5000萬，跟手晒啦，死人一鋪嘅啫。為咗公司，佢變賣資產套現、借貸、補貼開支。當時 Mi Stamp 已經上線咗1年多時間啦，維護嘅工作又唔算多，啲同事見冇乜新嘢做，都開始無心戀戰啦。阿輝喺咁嘅情況之下，根本冇辦法加人工俾同事，亦都冇可能派到 bonus， 所以團隊就一個一個咁樣離開啦。條 team 由開始7個人，慢慢減下，剩翻3個人。有一日，阿輝嘅好朋友 KK 同佢講：阿輝，咁落去唔係辦法㗎，收翻個本先，將支出減到最低，暫停 Mi Stamp，再諗其他辦法啦。但係阿輝嘅答案係咩呢？佢話：我唔想到熄燈嗰陣，我連一件值得記得嘅事都冇啊！最終捱到2022年，Mi Stamp 呢個項目宣布失敗。樂觀啲咁講，有客戶支持呢個概念，呢個構思係 work 嘅。悲觀啲咁講，無聲無息咁樣推咗一堆錢落海。唔通阿輝咁樣就玩完？尼采曾經講過一句說話：只要你自己知道點解，就可以承受任何嘅過程。阿輝最後冇成功，但係佢揾到點解。公司人少咗，又要節省開支，公司要搬去細啲嘅 office， 啲卡片要重新做過啦。一般人會諗，卡片印過，攞份報價去做咯。但係呢個硬頸嘅阿輝會諗，等陣我又諗到新嘢啦。你話如果張卡片可以加入去手機入邊嘅電子錢包，有冇得諗呢？ This is iPhone. This is a name card. Mi Card. 如果得嘅話，咁咪唔使去淘寶，又唔使去深水埗，之後啲卡片咪唔使再重印咯。於是佢喺有限嘅資源底下，重新開始一個新嘅項目，開發一套電子卡片系統，叫做 Mi Card 原信卡。Mi Card 嘅客戶對象係一啲企業用戶。佢哋可以發行同埋管理自己公司嘅電子卡片，容易管理，又唔怕被盜用，減少浪費重印，又可以實現 ESG 嘅概念。當時市場上嘅電子卡片好多時都係 NFC 嘅實體卡，但係 Mi Card 就唔使啦，可以放入去 Apple Wallet、Google Wallet， 咁就搞掂啦。喺好短嘅時間
，V 卡已經成功吸引咗一大班企業成為客戶啦。阿輝心諗呢粒嘢點啊？正當阿輝嘅鬥志翻嚟嘅時候，佢又再一次承受失去。今次又失去咗啲咩呢？完成咗 V 卡項目開發之後，最後嗰3位同事都相繼離開埋公司。現實又話俾阿輝知道，搞創科、營運資金、管理經驗同埋宣傳費用，缺一不可。柏拉圖嘅哲學入邊其實好簡單，佢話好多發明都係因為冇得揀先至會逼出嚟。當你冇資源、冇後路嘅時候，有時反而係最自由。喺阿輝最彷徨、最絕望、最唔甘心嘅時候，佢收到一個電話，係佢嘅好朋友 KK 打電話俾佢。KK 竟然同阿輝講願意投資 V 卡呢個項目，佢出嘅唔止係營運嘅資金，亦都唔止係佢公司團隊，更重要嘅係佢對阿輝嘅信任。就係咁，阿輝帶住新嘅 team 再一次出發。Is that everyone? But you wanted more? 重新檢視整個系統嘅架構，將 V 卡嘅系統全面搬去雲端度運算，整體嘅效能、安全性、可擴展性全面升級。愛因斯坦曾經講過，你覺得最難捱嗰陣時，嗰一刻轉機往往就喺你隔離。對於 V 卡嘅推廣策略，阿輝跳出固有嘅框架，冇採用傳統嘅廣告模式，反而話，與其逐個商戶去講解，不如我哋自己開個 YouTube channel 啦。於是傳訊世界2.0，佢哋開始同本地嘅 YouTube channel 合作。本集由 MiCard 原信卡電子名片系統特約贊助播出，輸入專屬優惠碼 Mr. Crazy， 仲可以領取1年嘅免費試用權添。冇紙冇模型冇煩惱，無紙冇模型冇煩惱，我都已經用咗 MiCard 啦，你呢？亦都招募咗我 Roku 加入團隊，希望可以幫到客戶嘅品牌宣傳之餘，同時亦都可以提高 V 卡嘅市場滲透率，達至共贏效果。我哋喺有排你講節目入邊見到嘅 QR Code， 全部都係由 V 卡生成㗎。同時，日後邀請合作商戶上節目嘅品牌，全部都會免費使用 V 卡。真係估唔到啊！使乜講啊？掂啊 V 卡成為咗成個頻道嘅主要骨幹，將 V 卡現有嘅客戶嘅品牌寫成故事。斯列克教我哋一個道理：人哋買嘅唔係買你做緊啲乜，而係買你點解要咁做。我哋賣嘅唔單止係 V 卡，我哋賣嘅嘢就係點樣用故事連結人同埋品牌。阿輝嘅故事未完，傳訊世界嘅故事都未完，有排你講係啱啱開始。最後想問你一句，如果你正處於谷底嘅話，你會唔會再想試多次？尼采最後留咗一句說話俾所有未放棄嘅人，佢話：做返你係應該成為嘅嗰個自己，咁就足夠啦。去到呢度，傳訊世界嘅故事、阿輝嘅故事、V 卡嘅故事仲未完，甚至可以話啱啱先至開始第2章。而我 Roku 會同阿輝一齊繼續寫落去，喺有排你講嘅節目入邊，
我哋一齊發掘品牌背後嘅故事，入面嘅靈魂。聽到呢度嘅朋友仔，不妨喺評論欄度留低一個加油嘅 emoji， 等我知道你聽到最尾啦。最後，有排你講呢個節目唔係收錢賣廣告，而係同你一齊發掘品牌背後嘅靈魂。如果想聽更多品牌嘅故事，咁就要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我哋啦。如果你都有你嘅品牌故事想有排你講，歡迎 WhatsApp 或者 email 我哋。我係 Loku，下集見。